Hello，大家好，咁我哋今日一齊嚟睇呢個 case 咧，就關於頭皮敏感啦，同埋頭皮屑嘅問題嘅。咁你可以見到咧，其實咧佢後尾枕咧喺未做療程之前都比較容易敏感啦，同埋泛紅嘅，同埋咧仲有啲頭皮屑嘅現象出現。咁今次個 case 咧，其實客人個年齡咧都好細個啦，00後啦，咁所以其實發生咗頭皮敏感啊，同埋甚至有頭皮屑咧，其實都會困擾佢生活啦，同埋都令到佢本人好擔心。咁呢度有少少咧去之前做療程嘅檢測圖啦，咁可以睇到佢個頭皮咧其實都係比較泛紅嘅，同埋個底層都比較乾燥。咁經過2個半月多嘅努力咧，做咗幾次嘅頭皮清潔療程之後咧，其實你見到佢個頭皮咧而家已經冇咁紅啦，同埋其實頭皮屑已經冇晒啦，所以其實咧佢嘅頭皮問題咧，其實已經係搞掂得七七八八嘅。咁喺頭皮檢查咧，其實都可以睇到咧，明顯佢個頭皮咧係冇咁紅啦，面上嘅角質啊、油脂咧其實都冇咁多啦，而且個頭皮咧其實都水潤咗，冇咁乾嘅啦。咁今次都好感恩呢個客人信任我啦，放心將佢個頭皮交俾我啦。咁其實咧佢真係好後生，同埋其實發生咗頭痕啊、頭皮屑啊，其實都好困擾佢生活啊，甚至有幾晚佢都行到瞓唔着啦。咁行到去睇到我嘅 IG page 啦，咁佢哋咧真係信任我，放心將個頭交俾我搞，咁先可以幫佢解決到佢嘅頭皮問題。所以熒幕前嘅你哋咧，如果面對任何頭皮問題、頭痕啦、生頭瘡啦、頭皮敏感啦，甚至係頭皮屑啦，甚至甩頭髮啦，其實都最緊要唔好猶豫啦，及早療啦，及早處理。